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顶一回咱讲的主题叫做国家，国家有4个要素内面，其中一个叫做人民啊。这个人民嘛有一个最有关系的概念叫做民族你即马咧伫路头顶悬咧行嘛，定定咧看到叫做民族路啦。这个啥物叫做民族咧？这嘛是政治学内面的一个真重要的概念。所以咱即回要来甲大家说明啥物叫做民族民族到底是啥物物件啦？咱讲到即个民族咱会使较常咧听到就是民族国家，也就是一个民族爱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是咱共同生活，咱感觉讲咱是同一道的，咱是同一族的，所以甲其他族无共款，阮有阮的生活的方式。所以咧，为着咱保存咱的生活的方式照咱的班来去行，甲其他族无共款嘛。所以咱成立一个国家，用这个国家的体制来去运作咱家己的民族，咱家己的族群所以咧，每一个民族因为着要去保护保存去过因家己的生活，莫互别人踮遐咧指指点点所以咧，因着成立这个国家因为这个民族来成立的国家，就叫做民族国家啦。这个概念其实是自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后有一个美国的总统叫做Woodrow Wilson。这个 Wilson 嘛是行政学之父啦，伊就是伫1887年发表一篇叫做行政学的研究所以咧，煞来互行政学脱离政治学，就是迄个 Wilson。伫一次世界大战的时阵，伊正做是美国的总统所以伫一次大战结束了后，这个美国的总统迄当时美国就撑起来嘛，所以伊就讲为什么会拍这个世界大战，就是因为每一个欧洲这个国家拢甲人失眠因为这个殖民地利益所以来创造大家起源家来拍这个世界大战。所以因讲无应该安尼恁其他恁家己发展较好的遮欧洲的国家，恁就过恁的生活嘛。你为什么爱去其他所在非洲啦、亚洲啦，甲人殖民呢？人有因原本的生活的方式你甲人殖民，甲人压迫甲人即个创即寡有诶无诶，这是无道理诶代志。所以咧，伊伫一次大战结束了后，即个 Wilson 伊就推出14点诶和平诶原则，内面有一项就叫做民族自决，就是民族一个民族用法度自决，就是自我来去决定因要用啥物款诶方式来生活。这是伫1920年代咧嘛，影响到咱台湾所以伫1920年代，迄当时诶台湾是去互日本帝国殖民，所以迄当时咱就知影讲，像蒋渭水等等诶，迄代诶台湾诶牛人、知识诶分子，因就听到美国诶总统诶即个14点和平原则内面诶民族自决诶即个概念，因就开始来去向日本诶殖民者来去抗议讲咱台湾民族咱台湾族诶你日本人是为虾米来甲咱占咱台湾了后咧，对咱台湾人诶踮遐咧指杀盗事安尼讲指指点点踮遐咧压迫咱诶台湾人所以咱台湾人应该互台湾人来去统治台湾岛互台湾人自己来去决定咱台湾人要过啥物款诶生活嘛，安尼才对用啥物款诶方式咧，就是咱台湾爱有家己诶议会所以迄当时咱就知影讲有足侪台湾的知识的分子伊留学伫东京嘛 ，Tokyo 嘛，伊就去东京遐会使讲向迄当时的日本帝国议会来抗议，讲台湾人爱有台湾人家己的议会，台湾人爱自治所以你就知影讲有台湾议会请愿的运动台湾自治的运动嘛有诚侪迄当时的物件留落来，你拢知影讲迄个整体个台湾甲迄当时的世界的即个潮流，其实是行同步的好，这就是民族国家。但是咱现主时看到咱21世纪的现在其实你讲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迄嘛无一定像美国足侪族族群伫美国内面。即马欧洲德国法国意大利内面嘛是一个国家，其实无法度讲真正拢足顺的，干那一个民族尔。所以即马咱的问题颠倒是讲。有足侪族群伫一个国家内面是无毋对啦。要安怎来去统合着无共款的族群，大家会使用家己的生活家己的文化来去伫一个共一个国家下面来去生活，这是现在的问题好，咱讲即个民族的演变就是民族是为什么款的所在
来变出来。迄若是你去现我头大生啊介绍迄本册，但是无推荐去买哦，因为我后边看到即回后壁，伊讲民族的概念，讲到即个两岸的关系，迄个部分根本拢都踮遐咧黑白写，所以即本册我即马开始无推荐哈。我是讲迄个部分，迄本册内面咧讲即个民族的部分啊，伊就有小可介绍一个民族的即个演变。包括着西方的国家啦，就是西边的即寡国家是自即个罗马时期迄当时啊，政治抑阁诚多元的，所以无像咱即马即个民族的概念，还自即个因的宗教的改革啊，甲即个邮印的技术啊，有即个报纸啊、等等啊传播的技术啊出现了后，开始有产生一个大家啊看共款的文字，有共款的传说哈，共款的行为、共款的信用，开始出现即个民族的概念。啊，到1648年啊，有即个 Westphalia 的条约啊内面呢，来去建立一个现代主权的国家的概念。啊，迄当时嘛，参即个民族的概念，甲绑入去伊的即个概念内面，所以呢，就是变成讲咱顶一道讲的国家现代意义的国家，就是自即个1648年的 Westphalia 的条约内面来去产生啊。啊，后面呢，就是即个民族国家，像意大利迄当时要统一嘛，德国啊，迄当时嘛要建立因的帝国嘛，那嘛是用即个民族的概念呢来去将因的人呢合作伙安尼啊。啊，这是西边啊，西方啊。啊，咱若是非西边，就是咱东方即边的亚洲啊，啊，就是较主要的民族的概念的产生，就是因为即个殖民的经验嘛。啊，包括着讲，迄当时有足侪美国啊，来自即个欧洲的国家来亚洲、非洲啊、东南美洲来去殖民，啊，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咱原本伫踮遮生活好好啊，啊，你若会走来其他的族群的人走来遮啊，甲咱的欺负吼，甲咱的创一寡有诶无诶，啊，着有你甲我之分嘛。所以咱是受着你迫害诶人，咱就感觉讲咱是同一族诶去对抗即个外来族群哦。吼，这是呢，因为即个殖民诶历史啦，来去产生诶一个民族诶概念。好，啊，过来咱讲到即个民族，伊到底是啥物款诶意思咧？主要会使为两个观点来去看。头大先诶叫做客观诶观点，客观诶观点嘛，就是原生的观点，就是原生论啊。原本底生出来啊，啥物款会使互你观察，伫客观的面上来去观察，包括你身躯顶流的血嘛，你的血缘嘛，啊，你讲的即个语言嘛，啊，搁有你的即个文化啦，啊，你的历史啦，你的传统啊，你的信仰啊，等等的即个部分是为外面会使甲你观察到的，这是一个客观的部分啊。啊，但是无一定是安尼嘛，像你伫路头顶拄着一个目睭落落片仔笃啊，头毛金丝丝的一个人，你就想讲伊一定是外国人，可能德国是法国，但是伊开喙，哎哟，讲台语讲啊足认同的吼。啊，你问伊说，哎哟，啊你台语讲遮好，你是倒位人啊？你是德国人哦？伊讲毋是，嘿，阮爸母是德国人无毋对，但是呢，我家己认同是台湾人。你着甲伊呛啊，讲啊，你头毛金丝丝，目睭落落片仔笃笃，啊，骹手长长，你哪会是台湾人？台湾人毋是生做即款啊，伊着甲你呛啊，是为有规定吼，有规定头毛一定是黑的吼，目睭一定是黑的，安尼才是台湾人，无一定嘛。所以一个民族无一定会使用客观的角度来去甲伊定义，嘛有可能是用主观的认定啊。这就是 Benedict Anderson 所讲的建国论啊，也是即个主观论啊，也就是讲。你到底是对一个族的，毋是看你身躯流的血，也是讲你讲的语言，是看你的认同。你主观上，你感觉你是对一族的，你认同对一款、对一个族群的概念甲价值，你就是迄个族群的。所以，伊是伫Benedict Anderson，伊有写一本册叫做《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 啦，就是即个民族是用想出来，想出来。像咱看共款的报纸，听共款的传说，吼，安尼咱感觉讲，哦，咱有共款的认同，啊，共款的价值，啊，共款的即个世界的观点，所以咱是同一族的。所以我甲你可能啊，一世人拢无见过面，嘛无接触过，但是咱拢会使讲，咱是台湾民族的。伊讲足奇怪啊，过去即个家族啊，伊是三七公四金箔啊，安怎拄安怎，会使翻即个资料翻到因两个人的关系嘛。啊，即摆是讲一个人住高雄，一个人住台北，两个人呢完全拢无熟悉啊！你哪会讲伊是同一族的？伫主观论，两个人拢认同台湾的价值，拢甘愿为台湾来去牺牲奉献。
安尼就是台湾民族啊。所以，这个台湾民族毋是客观来去定义，是主观来去用想象的方式去建构的一个共同体，这个概念。好，这是呢另外一个方面。所以，即嘛是你若是要考国家考试啦，国家考试若是考着民族的这个概念，较正咧考的就是讲吼，这个民族完成论就是客观论，甲这个建国论也就是主观论啊，这两个方面的看法。好。咱了解到讲民族的概念了后，就是要来讨论一个，嘛是一个概念叫做民族主义。啥物叫做民族主义咧？你伫政治学内面听到啥物款的主义？主义就是一个主张啦。所以民族主义就是一个主张，伊咧主张应该用民族的角度来看政治。这个民族主义咧，就是讲咱是共一个民族的，所以咧就有分嘛。你甲我共一族的。其他是另外一组的就是咧有你甲我之分，所以阮的民族恁的民族无共款的族群，安尼分嘛无大家拢共款，就无啥物民族好讨论嘛。阮一族，恁一族，过来就是讲阮一族的即个社群划定了后，咱就将即个民族来做咱集体认同的上悬的一个概念，所以每一个人拢爱对即个民族。来去忠诚而且呢，来看家己咧，不只是你家己一个人尔，你是一个民族的一份子这是第二个概念。伫即个概念下面呢，就是讲啦，好咱共一族的咱嘛认同咱家己是对一族的咱就要为即个咱共同的即个民族来去拍拼，来去付出，咱会使付出的。所以你爱有你的义务，爱来去尽。共一个时阵，你嘛有你的权利，会使来去使用。所以你付出你的义务，你享受着你的权利。伫即个民族内面，大家用家己认同的价值来去过生活，来去自我决定讲咱的民族要来去为虾米款的未来来去做发展。这是啥物意思？就是莫互人踮遐咧，甲你指导啦。咱共一个民族的，咱家己决定讲，咱要安怎来生活就好其他族的，恁去过恁的生活，莫踮遐啦讲咱安怎嘛。所以这就是民族自觉，甲即个民族独立最后就是建国的即个概念。好咱了解到讲民族主义了后，内底就讲到即个台湾民族主义，佫是啥物款的物件呢？台湾民族主义这咱知影讲苏民欧弟桑是即个学者啦，嘛有足侪研究啦。其实台湾人即个概念毋是讲原本地就有伫即个清帝国的时代啦，迄台湾顶悬是足侪族群的人漳州、泉州广东还是讲咱迄当时的无共款的原住民的即个族群是啥物时阵大家开始讲我是台湾人，毋是讲我漳州人我福州人是我啥物晋江人啥物款的时代才有咱讲咱是台湾人即句话咧，就是自日本开始殖民台湾的时阵迄当时台湾无共款的族群，大家发觉讲咱原本地生活伫台湾即块岛屿顶悬即马走一个日本人来甲咱欺负所以呢，无佫分讲你是原住民族你是啥物潮州人你是啥物泉州人无？咱共同拢是台湾人，咱即马要共同来去面对着即个日本殖民者的压迫，所以迄当时台湾人的即个概念开始来去产生了。到后面呢，日本走了后呢，咱讲教起底来嘛，即个中华民国的中国党的即个殖民政权过来所以咱台湾共款嘛，佫互人欺负到今仔日80冬的时间所以有包括着伫228也是白色恐怖的时期，迄当时台湾的民主的前辈，拢来去争取讲，咱台湾人着爱家己自治咧，来去治理咱家己。咱台湾人要安怎处理，这是咱台湾人的代志。你中华民国迄寡中国人莫踮遐咧甲人管遐尼多啦。好，所以这个台湾民族的概念是一个主观还是客观论呢？主观论就是咱有共同去受到外来政权的压迫的即代的人，还是即群的人，咱是认同台湾的。那外来者伊就无认同台湾嘛，包括着日本的殖民者是中华民国的政权。日本的殖民者是为着伊日本的即个母国的利益嘛，中华民国就免讲，拢想中国的代志嘛，因毋是真正真心疼惜台湾的嘛。但是咱是台湾人，咱若是认定咱是台湾人，咱是徛伫台湾主体，
主体的即个立场来为台湾来设想嘛，来去想讲要安怎互台湾更加好嘛，咱是安尼的立场啦。但是咱受到外来政权的即个压迫嘛，所以咧，咱的即个概念台湾民族就是主观去想象出来，咱去受到外来政权的压迫，来去互台湾无法度照咱台湾人伫台湾即个土地，咱介意的方式来过生活，去互人阻碍。所以咧，咱去产生着即个台湾民族的即个概念出现咯。好即个台湾民族的，咱讲，因为伊是一个主观建构的一个概念，所以咧，伊就无去看讲你是留对一国的血哦。像最近有足侪日本啊，也是欧洲、美国的人，伊来台湾足爱台湾的，开始来学台语，过台湾的生活，你嘛真认同台湾即个土地，愿意为台湾即个土地来贡献伊的才能啊。安尼讲，伊嘛是一个台湾民族的一份子啊，因为伊认同台湾，因认同台湾的即个价值嘛。所以咱很主时来讲，台湾民族主义是啥物款的概念？就是一个公民民主主义公民民主的民族主义，就是你认同你的伫台湾社群内面公民的身份。所谓公民的身份，就是你付出你的义务，你尽你的义务，你享受你的权利，大家共同来台湾伫即个土地顶悬来去生活，互相斗相共来，互台湾成做一个更加美好的所在。你若是认同这个概念，你有这个公民的身份，认同大家用民主的方式来过生活，安尼恭喜你就是台湾民族的一份子啊！所以是叫做台湾公民的民主的民族主义。好，就是要强调讲啥物款呢？咱用咱家己的生活的方式来去过生活。咱用咱的民主的手段来去，互无共款的，即个像咱有无共款住伫即个都市，还是住伫海边啊，住伫田园内面，还是住伫山区的人，大家咧会使伫咱台湾都市顶悬咧，拢用大家上舒适的方式来去过生活。有需要斗相共的所在，大家互相来去帮助彼此嘛，这就是一个台湾民族主义来强调的。好所以上重要的重点就是就是要去监视就是讲咱的现主时的这个政治的制度，就是甲这有一个争差嘛。就像讲我伫另外一边上课定定咧讲你今仔日踮恁兜的厝，恁兜的人有恁兜人的这个生活方式。若是你的厝边走去恁兜，开始咧摕恁兜的钱，用恁兜的物件，佮对恁兜的人安尼指指点点，你敢会欢喜？袂嘛？你小想气想讲你是倒位人哪会走来阮兜用阮兜的物件，佮甲咱兜的人当作是你家己的即个主干是即个努力无道理嘛。所以若是认同恁兜用恁兜的方式来过生活，莫互其他人踮遐咧插手。你嘛应该认同咱台湾人、台湾民族，应该着照咱台湾的方式来过生活嘛。现主是就毋是即个状况就是即个中华民国的政权来去洗脑台湾人80年所以咱原本无合理的部分即马足侪台湾人都无即个熟悉，就是讲咱台湾即马抑搁是即个中华民国人民政权下面的即个努力的成分佫就是讲你会使家己选总统大家拢公民啥物民主的宪政，迄拢毋是，迄拢完全拢是即个中华民国所编辑出来一套，你会使讲诈骗的即个骗局。所以你有即个熟悉，咱台湾人爱有家己的宪法，爱有家己建立的国家，咱才有法度来去实现咱台湾民族自决、独立、建国的即个目标所以嘛，爱透过更加多公民的教育，互咱洗脑，互即个中华民国政权还是自日本时代已经洗脑洗要100外冬的即个时间的台湾人觉醒去认知讲啥物叫做民族，啥物叫做民族主义，啥物叫做宪政，啥物叫做民主，啥物叫做民族的自决更加多台湾人会使来清醒，咱才有法度来去推动后一步，咱台湾民族爱家己独立徛起为咱的民族自决来负责。互台湾真正是变做台湾人的台湾的即件代志啦。好，这就是台湾民族主义啦。最后你若是有兴趣要看册的话啦，有2本嘛，写甲真好。第一本是这个陈翠莲老师伊所写的这本《台湾人的抵抗甲认同》1920到1950，这本较简单读，但是嘛是真精彩，你会使去看。你若是这本读了佫无够，你也会使去看另外一本，就是福尔摩沙意识形态，迄本较深。但是呢，嘛是写甲足精彩嘛，真够啦！你若是想要搁去延伸读一寡
其他学界的册，即2本呢真推荐。好，咱头一回讲即个我毋知迄本册叫做《政治学甲台湾政治》，迄本册后壁当咧黑白写讲啥物款的，说咧两岸民族的认同啊，啥物中华民族，迄拢是咧转相转片的。讲实在就是安尼，迄本册啊，有够见效，就是迄本册就是伫中华民国的即个骗局内面的即个检察官来所写的，所以后壁迄物件莫读，迄愈读你读起来互去中毒，你无法度真正去熟悉啥物叫做民族。所以你若是要读，会使去读即2本啊。一开始甲大家讲，虽然咱叫做读册会啦，但是无一定爱去读咱头来先讲今年新出的迄个有足侪政治学的学者嘛。其实政治学的学者，你看很主席啦，各大学的政治学的学者，一半拢是党国时代去互党国培养起来迄个学者，伊完全拢是配合中华民国迄套讲法啦。咱愈后壁，咱政治学愈学愈侪，咱就知影讲中华民国建立的即套讲法完全拢是咧来甲咱台湾人骗的啦。这毋是你有啥物款的立场？咱是徛伫台湾的立场，徛伫政治学的学术的理论的立场来去看嘛，就是安尼啦，骗局啊，就是骗局嘛，变做真的啊，起码足侪台湾人都信甲食糊啊嘛，所以咱爱透过咱转来咱学科本身学理的部分来甲大家做一个说明，你了解学理的部分，你再来去看讲咱现在台湾面对着的这个政治甲社会状况，你才有法度来去有跳出啊，这个中华民国的骗局内面呢，有你家己台湾完整的这个立场的这个想法，安尼是较好的。好，咱这回就甲大家介绍这个民族主义啊，到这希望有帮助大家更加了解这个概念。咱后一回再继续来参大家讨论政治学的相关的概念哦。